之後返到屋企，雖然唔應該咁早，但係都鬆咗一口氣啦。喺我沖完涼、吹乾啲頭髮之後，梅麗塔就出現啦。啱啱真係好危險啊！你到底進行過啲咩修煉嚟啊？劍術、格鬥術、符咒嘅使用、封印術等等啦。雖然前兩樣好似同普通巫女本身扯唔上關係，但係我都好慶幸自己有學到嘅。唔係嘅話，今日可能都應付唔到啱啱瑪麗小姐嗰一擊啊！確實係嘅，希望聽日可以平安解決啦。的確係嘅。係啦，你可唔可以講下你同瑪麗小姐嘅故事啊？呢啲都唔係啲咩好嘅故事嚟嘅，不過你就聽我講下啦。梅麗塔表示，佢同瑪麗小姐一開始嘅相遇係梅麗塔嘅媽媽喺梅麗塔好細個嘅時候，將瑪麗小姐送咗俾梅麗塔。嗰時嘅梅麗塔真係好珍惜啲瑪麗小姐噶。隨住年齡增長，梅麗塔搵瑪麗小姐玩嘅次數就越嚟越少啦。特別係去到15、14歲嘅年紀，就更加唔會掂公仔啦。直到梅麗塔完成咗學業，因為就業嘅關係而搬屋嘅時候，先發現自己身邊仲有瑪麗小姐呢個公仔。佢都冇諗到咁耐冇幫瑪麗小姐進行保養，瑪麗小姐呢個公仔除咗污糟咗少少之外，同原本根本就冇分別。嗰時梅麗塔就感嘆咗一下，但因為搬屋嘅行李已經冇辦法將瑪麗小姐帶走啦，而且成年後嘅年紀亦都唔會再玩公仔，只可以將佢抌咗啦。但係冇諗到係啱啱整理好新屋企，而且將瑪麗小姐抌咗嗰晚，梅麗塔就不斷收到電話，就係瑪麗小姐嘅電話。到最後一句，你好，我係瑪麗小姐，我而家就喺你身後啊！梅麗塔一擰轉身就俾瑪麗小姐殺咗啦。聽到之後都幾意外，居然係因為咁樣導致瑪麗小姐產生怨恨，形成咗一個都市傳說。其實呢個都市傳說，如果唔係因為我遇上咗瑪麗小姐，我可能都只係覺得呢個故事係警醒大家唔好隨便抌自己嘅公仔。可惜已經唔可以咁樣諗啦。確實係嘅，畢竟而家遇到瑪麗小姐亦都遇到危險，確實係好難唔相信瑪麗小姐係真實存在噶。我笑咗一下之後就準備瞓覺啦。畢竟而家嘅我哋需要足夠嘅體力去應付瑪麗小姐啊。第二日一早，我同爸爸就去咗黑少小姐屋企啦。聽到黑少小姐嘅經歷之後，爸爸就對黑少小姐表示同情，而我就喺側邊安慰佢。畢竟我已經知道，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唔少人成為咗瑪麗小姐嘅刀下亡魂啦。爸爸一個大男人喺我哋兩個細路女身邊都係有啲唔自在，所以佢哋就叫我哋去咗黑少小姐間房度傾偈，而佢就去設置一下結界。雖然呢個結界唔一定完全抵擋住瑪麗小姐，但係可以拖幾耐就拖幾耐啦。最終到底點樣解決都係唔清楚。喺我去完廁所準備返去黑少小姐間房度嘅時候，我嘅身體好似有啲乜嘢黏住咗咁樣，但我感覺唔到惡意。我將佢逼出體外，而佢以光球嘅形式顯現喺我面前。你點解都有瑪麗小姐嘅氣息嘅？呵呵呵，小公主果然好有趣啊！我都算係瑪麗小姐嘅電話嘅顯現體，只係呵呵呵，只係乜嘢啊？我都唔可以話係好嘅顯現體，但係小公主，我可以協助你㗎。點解啊？因為我都睇唔慣嗰個識殺咗黑少琉璃小姐嘅嗰個顯現體，畢竟佢只係呢個城市嘅都市傳說嘅產物啫嘛。我唔明啊，明明都係瑪麗小姐，
但係你就要毀咗另外一個瑪麗小姐。呢一層呢，因為我心愛嘅主人跟住你啊嘛，就算係為咗主人，我都要咁樣做噶。你唔好唔記得啊，你都係殺害咗你主人嘅兇手嚟噶。我知道，畢竟佢拋棄咗我殺咗佢就係因為佢拋棄我。就算佢拋棄咗我仍然都好愛佢，因為佢係我嘅主人啊嘛。唉，無效溝通，算啦，你可以幫到手，我當然求之不得啦。畢竟幫手越多越好，但係希望你唔會中途反悔啦。放心啦，小公主，我唔係嗰種出爾反爾嘅顯現體嚟嘅。講完之後，光球就消失咗。呢個時候，黑市小姐喺房裏邊走出嚟，佢有啲擔心我笑住表示話冇嘢，就同我一齊返咗入佢間房啦。